Hello，我哋進入咗天秤座滿月啦，而今朝大家有冇頭痛呢？我有，所以我今朝已經幫自己打咗轉股啦，然後而家都想做3分鐘嘅薩滿股嘅清理，同大家分享。咁睇到呢條片嘅你，可以諗3秒，要唔要繼續？Hi，睇到呢條片嘅你，今朝起身有冇頭痛或者好 emo 呢？你可以諗下要唔要睇呢條片。Hi，睇到呢條片嘅你，如果今朝起身係有頭痛或者覺得好 emo，好唔想做任何嘢，你可以留喺一個安全嘅地方，例如係你間房啦，或者你個工作室啦，總之冇乜人嘅地方，咁你就坐低瞌埋眼去聽下我呢一段清理嘅薩滿鼓聲啦，哈哈！而家咧可以慢慢將意識收返嚟，感受下呢一刻嘅身體。唞啖氣。如果咧仍然係覺得唔夠咧，你可以 repeat 再聽多次嘅。祝大家今個天秤滿月係越嚟越攞到自己同人際關係相處嘅平衡，亦都揾到自己內在嘅陰陽平衡，用一個更加滋養、更加愛自己、更加願意照顧自己嘅姿態去面對未來1個月啦，哈哈，拜拜。